来，大家好哦，大家好，我是刘群峰，嘿，我就是进前，差不多一两工就读一篇这本册，这本册叫做《母语教育》，母语教育政策及拼音规划。好，这本册呢，就是李庆华先生，我进前去三重埔做边仔听的学生，就是无中记着。因为爱有时间啊，我咧遐咧丢图讲，到底爱去报无？我会晓上台语啊，我有家己去外口迄野姜花、迄个基金会因有迄个台语课会当上，嘿，会当上。所以讲，我伊本来就是有咧上啊，就会去迄个金马遐安尼。即本是咩来的呢？就是去上伊课，到上尾尾一节，我佫定出现哦，比每一个迄个中年人啊、中老年人佫定出现，因为是真正足爱语言的啊，所以读了法文系来后，虽然讲双主修无家己去修了，但是嘛伫咧进前代无读完，修了一堆语言啊、韩国啊、越南啊，所以讲不然今仔日佫甲即本查出来，就是古风的元年风郭风嘿，然后老师郭风就是郭就是姑姑的意思，就是姑这个字汉字，然后他在讲说这位大姐，好，这位大姐我们就会叫郭或姐，郭是阿姑啦，阿姑金一个阿姑，但是伊袂金一个，就是好郭风，为什么风？因为他大我们一辈。因为因大阮一辈，歹势，我即摆是要讲台语吼，因大阮一辈，然后呢，佫是先生的讲过，我是退休，伊是退哥，退休就是查某先生，退哥就是查某先生，好，然后伊是我伫咧台时阵的查某先生，伊咧教越南话，迄个时阵因囡仔佫两个足细，上生啊，足考水的，即摆拢大了，变美女啊，因囝我嘛毋知因佫晓讲越南话了，迄就是后来较有用的时阵伊才出的，拜托诶，吼，你莫安尼看吼，因翁是外交官咧，因是两边的外交官子女。囝离逝世结婚的，迄种大牌上大牌迄种，叫我着来教台有无？拜托诶，应该想诶，现在新找袂当，而且真的是，人就是歹势哦，一直不愿讲语，一定是大安区诶问题，一定大安区诶问题。我即摆伫咧即个什么站，大安站对面诶，即个星巴克，Starbucks。伫即个大安区对面的大安站即对面的即个 Starbucks，根本就是伫咧特校，特校是倒一间？就是无，因着考袂调，阮即间才会去叫，无啦，我跟讲算出来，好啦，潘伟迪吼。伫台的时阵吼，迄时阵虽然无毕业啊，但是上后尾又会当伫咧伊的越南语的课摕到97分，也是真欢喜，因为伊教得真好，所以讲伊就送我济吼，头前个讲啥吼？那会都变做这样啦，因为这嘛是母语的一种啊吼，你看觅，老师有帮我写一寡吼，感谢你帮我斗相共的迄个说吼，因为内面的中文伊嘛袂使会晓，无啥会晓嘛，因翁嘛最无用的。你看，伊头前的 prefix 会当写遮尔啊济，好，介绍了。吼，一礼拜，一摆来开嘴讲，因为你一礼拜拢伫咧学发音，就法度开嘴讲，到共款会当开始唱台语的歌，哟，伊讲有好听的，那就啥物？那就啥？那像阮迄个时阵开始咧听陈绮贞迄个时阵的2000年左右的迄个时阵，越南20年就对起来啊，我恐怖咧，惊死啊！好，继续讲，吼，母语教育，这嘛是母语的一种嘛，对是毋是？我即摆伫咧甲你讲，大安森林公园，你有看过无？有看过碰过的滋味无？碰过的滋味就是
伊内面讲啥？拢咧讲台语，哪有可能？迄伫咧大安森林公园呢？迄啥物所在？迄就是一个外省人的眷村，眷村内面就是各种武艺。我之前就几节拢有讲过，外省人伫咧内面甲武艺拢死抬掉了后出来，结果7%-8%拍的人拢无爱插因，咯。啊，免安怎？啊，这就是因内面的迄个武艺还未死了的时阵。可能内面会讲湖南话，就是无算错有名讲，因名讲湖南话，那遐严搞咧。那像我即摆转去厦门，我会转去厦门，算讲转去厦门啦，因为阮妈会用白是厦门人吼，但是其他的拢是伫咧台湾，山咧台湾的客人啊，啥物河洛人啊，啥物的，但是。然后转去厦门，我嘛会使会晓甲所有人款咧。大家好，就算讲我即马，我即个时代的人，根本就无人会晓安尼全部拢用台语讲话啊吼，而且是发言，我就是迄个建中，唯一一个机会是选安东哥买菜做规班的，规班哦，我讲规班咧学种比赛，别班拢嘛是选英文。我请赢咧，选英文咯 ，Flying B， 我听到要说。无聊诶，安尼突然就出现，汹涌的出现一个安东哥啊咯，对，我就是高中就是安尼诶人吼，所以甲你讲澎湖诶滋味，这是啥物？这就是伫咧大安森林公园用外省武语诶迄个状况，但是天入去啥物？天入去7%-8%诶台湾人讲诶台语诶状况，台语诶故事。吼，恁这知影吼？我即摆伫咧大安站诶对面，我咧讲这嘛真有意义。好，即摆咧要做诶第4节，第1阶段甲第2阶段比较吼。头前第1阶段是啥物？第1阶段就是日本统占领之下诶语言教育。再甲你讲，我无遐厉害啦，我毋是完全拢用国语诶歌去甲伊翻做台语。我真厉害，根本就是 interpreter， 无遐厉害啊。interpret 我会当对迄个台语到迄个华语会使啦，勉强会使啦，国语台语会使啦，华语台语会使啦。但是呢，这是台语诶册，一般人看无，我着直接摕来读互大家听。台湾人用听诶听有，台湾人足无爱看册，大家拢知啦吼。大家拢听手机啊，我嘛是无爱看册诶人，所以讲我著爱先做笔记。这是我第1届做笔记，伊看，无免考掉啦，拜托诶。吼，恁兜诶囡仔若是无爱读册，我叫伊讲去读迄间隔壁间啥物大安高工嘛袂歹，吼，至少袂像我甲你共款失业，吼，但我即种建国中学诶会失业大安高工袂失业，迄较好，咱转来吼，过来，大家讲国语的即个词。要读即个进前才讲真侪物件，因为伊要讲国语政策，这是啥物？我讲，读一摆遮武语教育政策甲平民规划。李兴华先生诶写诶论文，读台语论文互恁听啦，吼。内面讲国语政策，因为国语即个词，为什么我无爱用国语即个词，爱用华语咧？就是因为国语即个词，伊代表讲是国语政策诶一种暗示。国语，规国都应该讲即个国语，吼。安尼像是国，这是像诶国，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这是一种国族主义的暗示 ，nationalism。我足向的啦，我伫咧厝诶迄个，啥物叫做向？好，你听我讲，你感觉哈？因为我伫咧厝诶，伫我家己房间，我最近搬我家己诶房间，因为阮哥。阮大嫂有生啊，伊要生啊，所以讲我家己一个房间啊，我本来我拢甲阮哥共一个房间，我出来第4个囝，
阮出来是4个囝哦，吼，甲苹果子的差不多吼。阮出来4个囝，然后我是上尾一个，我甲阮二姊，馆长迄个二姊差7岁，甲阮哥差8岁，所以阮哥嘛40外岁啊，40外岁要总算要有囝吼，阮妈总算要陪抱孙，然后阮爸抱袂着，已经走啊。好 ，nationalism， 这是讲啥？国族主义，国族主义就是一国一族，迄是第2届世界大战的代志啊，是毋是足久的？就是即个物件，互迄个新方特工队去抢了哇，去抢去死，嘿，迄就是 nationalism 会当开始人的代志。我伫个我足向，我要讲我足向的代志，就是伫个我的房间，我着用鉛笔写 progressive nationalism。这是啥？我对即摆台湾袂爽着这，即摆台湾就是 progressive nationalism。检讨一下吼，台湾会当安尼骂人中国人安尼，你中国是偌大个人，你是骂几亿？骂14亿，爱骂14种无共款的代志，你摕14个缺点出来骂好无？至少14个，无人嘛会使摕出几啊？咱1亿公里2300万，我直接讲啊吼，1亿公里2300万，分几组？分4组，1亿分4组，2500对2300，伊有几亿？山东1亿。荷兰1亿，广东1亿，安尼着3堆啊，3堆1亿个，毋是3、4、12堆，台湾有12堆来对你，12个人对你1个台湾人，你安怎无？是毋是袂使安尼增加家己的敌人，家己的吼？袂当甲人加冤仇，安尼是无前途的代志吼，绝对是了。全世界的华人我甲几个过啊？有1亿无？有1亿无？差不多尔，足惨的吼，差不多尔。全世界的华人你加起来1亿外尔。好，所以讲。莫甲迄10几亿拼，爱知影讲10几亿内面有几亿是你的朋友，会当帮助你的。比如讲，迄4000万福建人绝对是咱的朋友，迄8、9千万的广东人绝对是咱的朋友。这2个观念要先掠好条哦。这样呢，咱的国语政策会当变做啥物？台湾华语，台湾华语是啥物？台湾 is Mandarin 就是普通话华语 Mandarin。OK。南洋因是啥物？可能是 Malaysian Mandarin、Singaporean Mandarin。We have Taiwanese Mandarin, and then have Hong Kongese Mandarin, and Shanghainese Mandarin, and Beijingese Mandarin. Every kind of Mandarin has its own region. OK， 所以讲，咱台湾有一种台湾华语，福建嘛有福建华语。可能有福建 Mandarin， 但倒来讲一个好啊。台语是啥物？台湾闽南语，台湾闽南语就是台湾 is 福建，台湾 is 福建。为什么有福建？因为咱有福建啊，福建话就是闽南语的意思。你免去拼一个闽南的闽南出来，闽南你是摕普通话去讲咱家己的话，佫毋是咱大家。佮爱迄个话，泉州是泉州话，漳州是漳州话，台湾是台湾话，每一个所在有家己的话，安尼规气用福建，安尼福建倒位创的，南洋创的，所以因是啥物 ？Malaysian 福建，咱是台湾是福建，对方是啥物？靠门福建，金门的福建，按摩的福建，泉州福建，漳州福建。泉州福建、漳州福建、潮州福建，毋就好啊，就一体啊。即个一体是毋是甲大家用做伙？毋是，是甲伊掠出来。吼，拜托，有一个拜托诶，后一点仔头脑好无？吼，
搁咧迄个塔利班反死。听塔利班就反死啊！为虾米？因为我伫历史系的时阵，我是虽然是一个替学生，但是我搁要讲一个，直接讲拄啊好。新生南路遐有一个清净寺，清净寺遐个人嘛是拿的，嘛是拿色的。恁去遐开成两元，再来搁去塔利班，笑死人！好，15分钟过啊。今仔日较长吼，因为今仔日我一个即个犯罪中心台湾人反骨的大犯罪中心是啥物？你家己上爱台湾，你家己上需要台湾，就是外湾外省人。外省人是倒位？外省人，你去美国，你毋是美国人；你去中国，你毋是中国人；你即个台湾，你毋是台湾人，你要安怎？毋是，你永远嘛是台湾人，因为你伫台湾生，你就是台湾人。所以，你有啥物 Taiwanese Mandarin？Taiwanese Mandarin 就是台湾的外省人创造的，敢毋是？我上第一段翕个食就好吼。